我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都比较没有把握，就是比起什么状况让你觉得没有把握？就是听觉上面好像我会听不清楚，然后就会觉得我出来的声音好像有点变音，还是你的变音就再具体一点，就是好像走音的感觉。就我可能现场唱，我可能觉得还行，但是我看回放的时候说，怎么就是有走音的感觉？走很多吗？也没有，但是就是听得出来。OK， 我刚刚听这首歌前面的确它 key 的这件事的依据是比较少的，因为它就比较多这种比较碎碎的节奏，然后我会把我的 key 的依据，例如说吉他、和弦类乐器 keyboard， 然后 bass， 因为它是比较偏节奏主，然后音频率比较低，所以有时候它低的时候，它会干扰你的，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听觉上面会，你一发出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反而 bass 的音准你会有点听不清楚。可是因为它是跟节奏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不会拿它当那个 key 的依据，所以我会把keyboard 和吉他类放在离我 vocal 远一点的地方，我两者都听得很清楚，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的 key 跟他们是一样的状态。你要去找到你听觉上面的依据是什么最重要，然后你要把你的声音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去摆放，让你可以清楚的判断你现在自己的音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对。然后有时候你越没有安全感，你越把你的声音调大的时候，就会反而你更听不到就是和弦类乐器的音准在哪里，然后就会越唱越没安全感。可是你又听自己听很大声，所以你就会活在一个不知道 key 在哪里的状态这样。你拿麦克风的习惯是怎么样？你是很贴吗？还是？我没有到你说太贴是只会轻到？我没有到轻到。那你大概离多少？可能轻到在几寸，几个指头。OK， 好哦。然后拿什么麦？58。他们那最常用的贝塔58。贝塔58。我们演唱会最常用的也都是贝塔58，然后它收音的距离会很窄，就是你没有办法像老歌手那样拉很远，就是你距离就是可能顶多一个拳头，我觉得就很远。而且像你的 vocal 是比较细腻的，然后细的语气多的，我会建议你离麦越近越好，然后让它收的可以在进去的频率是比较扎实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现场表演跟专辑不可能呈现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环境有很多的干扰因素。例如说我唱和声，有时候我也会听到外场，就是例如说外场的演员因为帮我们录起来的声音，我觉得我耳朵里面觉得我做的够细腻，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音准上面的差别。然后我发现唱轻的时候很容易声音会飘掉，那不见得是你做不到，有可能是环境或者声音的折射让你的频率在外面它是变得比较松散，然后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环境因素干扰，让它变得有点 pitch 有点飘掉。可是其实你没有控制不好，那所以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是，我可能像这样比较轻的歌，我现场的处理方法我还是会唱得更扎实一点，可能比专辑版再多个25%到30%的力道，让它的扎实度再多一点，让它的声音的稳定度再高一点，让它受环境的影响再少一点。对，这样听觉上面可能会相对稳定多一点。可能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这个经验，你要自己去做实验我这次这样唱，真的比上一次状况好。然后我这次这样调整，好像唱得比较轻松，耳朵听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confused 这样。他们在现场收音的时候，外场的 PA 有时候会给你们一些笔记。其实经验多了，你就自己抓啦，对。但是你们一次都要注意，然后要记住，然后自己去试。其实你们看我们这样很松，我们自己都在试我们自己，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他比较没有办法，他现在可以小声跟句，可是没有中间值。对，然后还有那个讲话的出去的 level 跟唱歌的 level， 它落差大。对。我本来前面我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因为一开始没有感觉到。对。
就是那个四位哥跟我讲的时候，我才有发现，就是原来这件事情在表演上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你要对你使用器材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对，像如果说你们常用贝塔58A 的话，就知道你可以拉远，可是不能拉太远。然后你要去试，也是要去累积经验，就是你每一个音量在耳朵听起来都要一样大，差不多大声。从平常就练习啊，就是说你每次就拿着麦克风，我现在不想讲话，我就是拿这么近。我现在有点开心了哦，然后距离开始这样，我就自动，你要把你身体的反射跟你声音还有耳朵听到的东西变成一个反射机制，它随时都在做调整，而不是你笑的时候还是这样，哈哈哈，这样外面人当然耳朵会坏掉啊。是换气点，换气点，然后还有会有时候气会不足。像我在唱巴雅的最前面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开始最后面就会冷气，因为它还要拉，差不多用省气一点的方式去唱。所谓省气一点的方式，就是你可能唱的声音在气少一点，声音maybe 扎实一点，或是薄一点，声带夹紧一点，这些都同一件事情。你就会转假音嘛？这边一定要用假音吗？它是可以不用吧？对，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你把，因为假音是比较耗气的一种痛，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不要让它这么多气音的假音，或是用一个混声的区域来唱，就是你能省则省啊。所以你可以用真声加一点真声进去，这个就是我用假声的区域唱真声。你试试看。Unison。一下子。好，现在不太敢用力。其实你应该做得到这个区域，只是你不常用，所以你要去常常去唱唱看这个唱法，你才熟悉了，你才会，你真的想用的时候才可以想用就用得到嘛。一下子会气不足吗？还可以。可能你要先练到一个极端，就是说扎实的100%，或者是120%，然后你才会从这个里面找到哦，你可以用的，才先做加法，再做减法，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说你一直没有去突破你的舒适的区域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找不到你可以用的方法。做了快乐的梦，他们后面都有一段是实音，然后变假音，然后在唱假音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维持到那么久，然后也是蛮虚的。还是你曾经你也会有扎实的假音的时候？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最近在唱假音好像就比较弱的感觉。你现在的声音听起来是比较哑的，所以可能声带有一部分影响。对自己身体状态也要够了解，就是说我在声音比较累的时候，声音也会哑，唱假音也会比较虚，都会有一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身体就是肉做的嘛，就是会有很多的不稳定的状态。练习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平常在练爬声吗？要没有？可以。要练。如果说你是用声音当工作，或者是声音的表演艺术家，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去对你声音够了解，然后你要了解你现在是没开嗓，还是今天真的身体没有力，或者是心情不好，其实都有影响。对，你要怎么样从这些这么多因素里面去让你的表达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那你就要去照顾你的声音，照顾你的身体，然后想办法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就是说我觉得我今天状况很好，那我只要用想的，我声音就可以开。那可是假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累，爆炸累，我声音很哑，怎么办？2个小时后要演出，我可能现在我就要开始去暖嗓，然后让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去表演。那你可以收集一下你自己身体的资讯啊，就是
就是说哦，我唱出一个很扎实的假音，你就可以想一下，哦，我现在声音状况怎么样？我现在精神状况怎么样？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为什么我可以唱出这个假音？对。那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象，哦，我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假音为什么会这么虚？对，所以你对你的声音肌肉不够了解，也会有一样的问题，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一直遇到。对，然后有时候如果说你的运气比较不好，你一直用到错误的方式去解决，你可能不小心会把你的武器，把你的工具给用坏了，那这就是一种比较得不偿失。所以我还蛮建议你们有一个好的 vocal 进修啦。Hello， 我们刚上完 Brandy 老师的声音课，声音课。对。如果就是在平时要如何保养你的声带，保养你的喉咙，暖嗓，就是表演之前要开嗓，教我们很多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小技巧，不管是在和声呢，还是在当一个最前面 leader 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声音。还有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不行就是要多休息，多休息是很重要的。对，休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年轻人不要再不听了。今天的课就是圆满成功，开心，谢谢老师。